沙杰，摄影责任多极，文字为色。不可碰触的记忆禁区，镜头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披露。沙杰是藏语革命的发音，中文拼音为沙沙杰杰，藏文为沙杰。传统藏语中从无这个词汇。半个多世纪前，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开进西藏，为了在藏文中造出革命一词，将原意为新的沙巴和原意为更换的杰巴合二为一，从此有了革命沙杰。据说这是因新时代的降临而派生的无数新词中，在翻译上最为准确的一个。沙杰革命在汉语中可以找到很多同音字，我选择的是沙杰，以此表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革命给西藏带来的劫难。1966年，又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席卷西藏，于是沙杰之前被加上了人类文化。人类的发音中文拼音为人人了 a 雷，与汉语的人类发音相近，所以用汉语表达藏语中的人类沙杰文化大革命一词，就成了对西藏民族而言的人类沙杰。序，王立雄。1999年底，我收到维瑟寄来的邮件，里面有数百张底片。那时我们还没有见过面，他在信中告诉我，底片是他在1991年逝世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西藏所拍。他知道这些底片很珍贵，却不知道该怎么用。他虽然和我从未谋面，但是看过我写的关于西藏的书，相信我会很好的使用这些底片，因此决定把底片送给我。我戴上手套，对着灯光看这些底片，很快我就断定，我不能接受这份馈赠，因为它实在太过珍贵了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事件，它除了是一段空前绝后的奇异历史，还关系到对人类走向的探索，因此一直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。幸运的是，因为文革波及广泛，距离时间又不太远，留下的资料可以用浩如烟海形容。世界各国的重要大学和图书馆都有收集。即使在文革研究遭到官方禁止的中国，文革资料在民间也多有流传。然而，无论是在文革研究方面，还是在文革资料收集方面，一直存在着一个空白：西藏。目前对文革资料收集最全的《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》，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中，收录了上万件文件、讲话和其他的文献，其中关于西藏的文献只有8篇。美国华盛顿中国资料研究中心出版的新编红卫兵资料，收录3100种红卫兵小报，其中西藏的小报只有4种。正如文革研究专家和文革资料编纂者宋永毅在给我的信中感慨，西藏材料可以说是奇缺，我们对西藏文革实在了解的太少了。即使在官方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，从1966年到1971年也是一个断层，6年时间留下的材料仅有3份，文革初期最热闹的2年竟然1份材料也没有。当然，西藏文革的资料肯定存在，至少在文革中掌握着西藏重权的西藏军区就保存的相当多，但那是一个深埋的黑箱，卫兵把守，绝不外露，跟所有被中国官方掌握的文革资料一样，被当作不可见天日的绝密。文革不仅是会使中共同处的旧疤，而且挖掘下去会触及中共制度的根本。所以尽管已过40年，文革在中国仍被列为不可触碰的禁区。在世界面前，
文革是中共的一个尴尬，西藏则是另一个尴尬，因而西藏的文革就变成了双重禁区，一家不可碰触。中共统战部1999年编辑的《图说百年西藏画册》，数百幅照片中竟然没有一张文革时期的照片，似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时间，在西藏历史上不曾存在。面对这样的有意抹杀，与强权的斗争就是与遗忘的斗争，一发显得千真万确。如果上百万平方公里的西藏是文革研究的空白，文革研究就是无法完整的。由此而言，维瑟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。与其他的资料相比，照片的客观性最强，文字、口述、采访等免不了与当事者主观性、立场、目标、记忆和解释等有关，灵活多义，容易遭受怀疑和否定。照片则是历史瞬间的凝固，当时的光影所投射的每个像素都具有不可否定的性质，属于铁证。以往西藏文革的文字材料奇缺，西藏文革的照片更是少到不能再少。多年来，正式发表的西藏文革照片只见过一张，在台湾摄影家杂志第39期，而用 Google 做中英文搜索，全部网际网路找到的西藏文革照片也只有一张。因此，维瑟父亲的数百张西藏文革底片价值由此可想而知。我回信告诉维瑟，我可以帮助他，但是让这些照片见证历史，不是我这个外族人的职责，而是应该由他自己承担。从那时到今天，6年过去了，维瑟围绕这些照片所做的漫长调查和写作终于完成。他父亲的照片得以在40年后重见天日，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也因此不再空白。愿他父亲往生的灵魂安息。顺便说一句，维瑟今天已是我的妻子。感谢这些照片。2005年9月17日，又急，我父亲在37年前的这一天死于文革的迫害。关于照片，2002年初夏的一个下午，当我把这些照片从纸袋里取出，57岁的霍康强巴丹达的反应令我震惊。他是个高大沉默的拉萨人，开始只是翻来覆去地看着他父母和外公被当作牛鬼蛇神斗争的照片，很平静的样子，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会突然痛哭起来。他的那种痛哭没有声音，只是浑身颤抖，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身边的人，泪流满面。他就这么哭了许久，我也禁不住潸然泪下。半晌他才哽咽道，当年我父亲曾说过，在批斗时他看见有人在拍照，我当时不在拉萨，还以为我一辈子也不会见到这样的情景。霍康强巴丹达终于看到的照片，是我父亲泽仁多吉汉民陈宽德在40年前拍摄的。我父亲是西藏东部的康区藏人，按照西藏传统的地理观念，整个藏地由高至低分为上中下3大区域，有上阿里山为中卫藏市乳下朵康6港之说，分布于经中国行政区划的西藏自治区及四川省、云南省、青海省、甘肃省的藏区。1950年，毛泽东派遣军队要解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西藏同胞，从中国的西南方向进军拉萨的先遣部队，沿途吸纳数百名年轻藏人，其中就有我年仅13岁的父亲。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开始燎原，我出生在西藏军区总医院。此时我的父亲已是中国驻西藏军队的一名军官，也是一名热心的摄影爱好者。
从懂事起，我经常见父亲整理他的照片和底片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1991年，任拉萨军分区副司令员的父亲病故于我出生的那所医院。在收拾父亲的遗物时，我保留了这些照片，但当时并不知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民间照片。直到1999年，我读了从海外传到西藏的《天葬：西藏的命运》一书，决定把父亲的照片寄给书的作者中国作家王立雄。当时的想法只是，与其让父亲的照片继续沉没箱底，不如提供给一位能够公正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，或许能发挥一些作用。未曾谋面的王立雄把照片又还给了我，并在回信中说，这些照片再现了西藏一个被抹杀的时代，属于应该恢复的西藏记忆，一个民族的传承，靠的是对历史的记忆，而用记忆对抗遗忘是每个有良知者的责任。也许这就是你父亲留下这些照片的心意。他的话打动了我，从那以后，我被这些照片牵引着进入了艰难漫长的采访与写作之中。6年来，我采访了70多人，基本上与我的父母同辈。生命中的大段岁月是与西藏天翻地覆的几十年历史紧密相连的，大多数是藏人，也有汉人和回族。如今他们或者是退休干部、退休军人、退休工人、居民，或者是还在其位的官员、仍在工作的学者、潜心是佛的僧侣等等。但当年他们中有红卫兵，有造反派，有牛鬼蛇神，有积极分子。我带着王立雄帮我在北京放大的照片，在拉萨走街串巷，把照片一幅幅打开，一幅幅传递，每取出一幅照片，往往就能引发一段苦涩回忆。很多人的回忆都夹杂着难言、失言以及不堪言说，我总是默默倾听着，不愿以自己的唐突、冒昧、闪失打断了他们并不轻松的回忆。我小心翼翼地寻找着终于流露或泄露的事实，而这些事实往往是对这些照片详细的说明或补充。多少回，当我整理录音时，反复倾听他们的经历、叹息和忏悔。疯了，那时候都疯了，就像吃了迷昏药。可怜啊，我们这个民族太可怜了。这时我总是感到直面历史和创伤的确很困难。感谢我的父亲，不论他出于什么动机，他留下的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见证。感谢我的母亲，她容忍父亲把相当一部分工资消耗于被当时人们认为无用的摄影。感谢王立雄，他不仅是我写作此书的建议者和推动者，如今已是我的丈夫。感谢就职美国之音藏语部的媒体人次丹汪秋先生，他为此书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策划，并提供了他的采访和翻译。感谢独立电影人教授卡马霍顿卡马女士为我做了底片的保管和扫描。感谢台湾大块文化董事长郝明义先生，使这些照片和调查文字公诸于世。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接受了我的采访的长辈们，许多人仍然生活在西藏，为了他们的安全，书中对其中7人使用化名，3位男子以藏语的星期日期替代，4位女子以藏语的2位数字替代。令人难过的是，其中已有2人病故。注：自2016年3月，据我所知，已有16人去世。出于诸多考虑，我原本打算署名以用化名，但是2003年9月，我在中国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《西藏笔记》被认为有政治错误而遭查禁，我也被解除了公职。
这恰是西藏今天的现实，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，依然与文革时代如出一辙。这也使我不再有顾虑，决定在文化大革命40周年之际，以真实身份出版此书。最后，我要转录1959年因中共进入而逃离西藏的一位佛教上师索迦仁波切在他的著作《西藏生死书》中的一句话：我愿把本书献给西藏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难的人，他们见证了他们的信仰和佛法的殊胜景象被摧毁。2005年9月9日，毛泽东亡故29年整。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，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，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。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，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。